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到12节。迄当时行洗礼的约翰，伫犹太的旷野传扬讲：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近啦。这人就是主托先知以赛亚所指的讲，有得救伫旷野的。伊会声讲，避办主的路，修直伊的小路。这个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佩带，伊所食是草莓甲山野的蜜。迄时耶路撒冷甲同犹太以及约旦四方的众人出来就近伊，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，认因的罪。约翰看见法利赛甲撒都该人齐就近伊的洗礼，就甲因讲：独蛇的类啊，是之罪，只是恁闪避将来的生气啊！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反悔的果子，无得家己拍算讲，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爸，因为我甲你讲。上帝会对这的石头生出子孙予亚伯拉罕。打葡萄已经落伫树头，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，就错伊落伫火。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要互恁反悔。既若缀买我来的，比我较有权能，伊的话我也袂空得摕。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，伊的手提簸箕，要将伊迄场一尽簸，要收伊的麦入仓。若是麦芳，就用麦花的火烧伊。有一首传唱了100年的基督教诗歌，打动了无数人心，也让多少人重新反省自己的人生。明白自己需要信靠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这首诗歌就叫做《奇异恩典》。优美的旋律不只是好听而已，而是能撼动人心深处，触摸到你那沉睡的伤痛与寂寞，安慰你的灵魂。让我们来认识为什么这位作者能写出如此动人心的诗歌。作者约翰·纽顿，英国人，生于1725年，死于1807年。父亲是西班牙人，从事航海业；母亲英国人。在7岁的时候，母亲去世，但虔诚的母亲在生前不断地为他得救祷告，也盼望他能做牧师。终于在30年后才见到果效。他幼年时随着父亲航海，染上水手放荡的恶习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后来被征兵，曾脱逃又被捉回，以后利用海运做贩卖奴隶生意，想不到因闹出事来，自己反而在非洲沦为奴隶，备受痛苦。幸亏父亲知道，派人把他救回来。在他乘船的路途中，忽遇大风浪，船几乎沉没。他知道自己一生离弃上帝，于是认罪悔改，得以平安回国。重生以后，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，献身终身为主所用。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3章8节说，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约翰牛顿的生命能从头来过，我们也可以，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愿意被上帝更新改变，我们也能拥有新的开始。